过头，无法应付阵容，心气汹汹。三甲也打得手忙脚乱，无法应付着这两只怪猩猩。现在李彦察在了这桥内所在提心吊胆，光明怪都准备要凶杀这个李彦察。 向着桥中的兵士，好比我啦！哎，老干事啦，赶紧的，兄弟啊，溜！追家，追抢哪家去？突然间。 独孤死亡的这个钱水爷，伊观察闻到这个声话所在，冷心心挥发着观察上面。观察他做两战，哼，金神脱壳。 哦，老和尚，我才走死你。了我多，唔走便罢，哪要走拢爱走一定的就对啦。迄你爱想讲当车啊，你们马拉松的比赛拢做嘛冠军。三位壮士，有看大人无？是啥大人啊？暗杀大人。哦，我都知咧。迄个桥内就是有暗杀大人哦。是啦，望三位壮士千万都莫留下秘密。 暗杀大人对去，迄个人我有看见啦，恁遮大家拢无敢服啦。吼，迄后面的吼，一个长枪在对着桥上甲刺去，突然间这个桥外头咧，咻，吼，对着厝顶上咧飞去呢，一个人在停去了，迄个人穿白衫，这步都一虎冲天啦，连桥挂所飘上迄个面落，呼，这步是空前绝技啊！老关先啊，你敢有看？ 我是看一出尔。你无敢服啦！老和尚目睭真金。你讲安尼无过分。大人失路看要安怎咯？这桥挂都吊咧树顶咧，迄人我看离这个所在嘛无偌远呢。是啦，赶紧找大人吧。赶紧来走啊！要若无叫这个丁心心倒来。 咱两个性命会叫收去。稍等咧，因为我答应冷心心，等后伊倒转来的时阵，我有真侪话要搁甲伊讲，一定得要甲伊讲一个清楚。哈？是私人的代志是？我刘合一向毋捌伫咧讲私事啊。安尼看起来，这个独眼女郎可能爱着你咯。妙玲，伊毋通乱讲。这个查某囡仔个性坚强，冷酷无情，欢行占卜，真是一个惊人的人物啊。 如果伊若毋是爱着你，老早你都去互刣死啊！妙玲啊，你已经看错了。冷心心，伊无要刣我，就是想我刘合会加入着伊不良的组织，所以伊屡次甲我这个条件拢谈袂好势，你敢毋知影是？伊是有啥物不良的组织呢？讲起来，瓦拉七郎就是赤俄的文人啦。 有数万人流入西域，为非作歹，譬如勾结奸商做走私的案件、抢劫的案件，以及捣乱着西域，而且在京城偷国宝的逆事等等啊！好惊人啊！赶紧来走啦！赶紧来走啦！妙玲，我唔惊，为着国家，为着社会，如果会惨遭不幸，安尼嘛感觉真光荣，敢毋是咧？玉合。 你半世人这款的落落，也无得到什么款的享受，你死嘛是太唔值啦！君子落日无怨，妙玲，人应该要有国家的观念，无论寸土寸地草木，都是国家所有的产物，也就是咱大家的产物啦。这个产物绝对唔是皇帝的，皇帝只不过是咱大众的中心而已啊。所谓中心呢？ 就是咱应该效法，应该所对伊尽忠的。
而皇帝所赐予咱就是阴德。譬如我阿爹，为了失窃的逆史，在沙漠被流寇的迫害。啊，流寇煞真苦啊！这班流寇就是无主、无中心、无国家、无法律的约束，自我为是，流动在沙漠为非作歹。若遐呢，迄个独眼女郎可能是流寇之一啦。可能是。不过人的本性是善的，有时阵独眼女郎也会显出着伊的本性。这个独眼女郎可能是细汉失去了家庭的温暖，失去着父母的挚爱，而落在邪教的手中所改养大，因此才会误入歧途。讲起来实在也可悲啦。不过我相信伊绝对会改邪归正才对啊。啥物？伊竟然信这个邪教遐尼深，哪有可能改邪归正啦？妙龄，因为人是万物之灵，非血生之彼。譬如咱在这个黑暗的地骨内，非常重要要见这个光明。如果你要重见光明呢，必须要有人来开这个地窟的铁门，就是甲咱引导啊。假使若是无人来开铁门呢？咱自己就要设法冲破铁幕啊。啥物？咱的力量无够，若铁幕冲袂开呢？咱人要有耐心、决心、甲信心，一定有可能冲破这个铁幕才对啊。玉合，你做人遐尼仁慈，为怎样爱受这么多折磨啦？妙龄，古人说道：为善不见其益，如山林当归；为恶不见其损，如庭前之雪。做地限度，我玉合得到真侪同情的人，甲真侪朋友。妙龄你呢？你的做法，除了犯法以外，又起了社会公愤。相公啊，真赦免我，真赦免我！妙龄，现在的解决经费也未太迟啊。如果我若是去受监，以后出来，嘛无面可见人。假使我若关出来，啥人要去爱我？妙龄，我永远爱你啊！你不要伤心。可是，若论我的修养甲我的做人，是无资格可做你的妻子啦。妙龄，我玉合也毋是十全十美。相公，玉合，这场的战争算我输，希望有一天我会拍赢你。玉合，你带你的妻子赶紧去自首吧。林心心，稍等下，我有真侪话要对你讲。后会再谈嘛，故事。咱伫咧讲的话，林心心可能拢听去清清楚楚。唉，相公，我即摆若是要去自首，行对街仔路过，可能人会甲我弹石头。要无咱就等下到日黄昏再去自首吧。相公，保护不周，望大人赦罪。起来，多谢大人。贫道万来解救，有罪有罪。哦，我的身世已经泄露了。这是对护卫将军所得来。哦，大人啊，迄你实在是一个文武双全的呢。迄个桥安尼怎啊咻一个一火冲天，迄功夫啊，好，实在空前美有。圣经你夸奖了。我讲安尼嘛是无过分啦。哦，我看恁三人敢若亲像有啥物重大的事情，得要向我商量吗？是，关系中军爱国白云龙之子白玉合含冤血海的事情，详情听说啊。白千岁就是甲家父世交，玉合我闻其名未见其面，本院可以出一张假释条，你摕到兰州府假释玉合，互伊家己找找证人，定清着这个冤情嘛。多谢大人你的开明。是啦，这个假释条带去，如业，你赶紧带去兰州府。好，过时，多谢。这看来毋知是真正咧做官哟，这毋是咧做假了。道长圣经，你看玉柳山庄所发生这个公遣案，要如何处理？大人啊，西域地界有这个瓦拉达旦，或迄个赤鹅邪教徒侵入这个西域啊，
大部分就是仆徒啦、流寇啦，也有少数咱的同胞，遮奸商甲因伫咧交结，所以做这个不法的勾当。比如讲，这个狼侵袭的事件呢，这是属于人为，因为人去扮作野狼的模样伫咧惊人作案。其中最可怕的手段，也就是用毒狼牙，也拍人，人就会发狂，变成狂犬病。所以，这个老朽不才愿负责处理，道长如何处理啊？贫道有连这种药单，或者迷魂药。首先，自将这个发生狂犬病患者甲泡昏去，然后呢，才用着这个解热汤、解毒汤甲灌落去，可能在7日内就会痊愈啊。那安尼，麻烦道长赶紧处理吧。好，我来去。圣经，你在本庭有听过头逆史国贼的消息吗？该啦，我是有得到手势，这手势啊，我蹲咧个线索哦，一直往那咧调查就对啦。哦，什么诗？我念互你听看觅吼。红林小姐处处留香，海市荇楼茫茫酒店，日月宫中独是性欲，明珠半下又欠忠良。哦，这首诗甲在宫内的诗拢总共款。其实哦，我那是对宫内所传出来的咧。圣经可知情这首诗的含义吗？迄是六合神书会互阮听啦。伊是讲即个红林小姐处处留香，就是讲哦，即个查某囡仔前个红爷啊，倒是一个作案啦这是查某囡仔就对。呀，荇楼海市茫茫酒店，也是讲即个查某囡仔哦，伫咧沙漠伫咧流浪啦。因为沙漠才会当看到即个荇楼海市咧日月宫中独日性欲，迄个日月斗做伙就是明，伫个明宫即性欲就是去偷即个历史。只有第四句即个明珠半下又欠忠良，这就怎样写 ？No N O No。哈？什么叫做 N O no？ 这外语啦，这就是讲都我唔知你咧。你唔知，我知。圣经，这个第四句“明珠半下又欠忠良”，我译互你做参考。多谢大人，不知啦吼，甲你斗一下参考就对啦。是，这个明珠半下可以译做目睭，因为明珠可以代表目睭啦。半下呢，就是凹一蕊起来，凹一半为一半下。油欠忠良，这个油字甲伊拆开，剩这个扁欠。扁欠的边啊，佫是良字甲伊合做伙，变成龙字，所以这个女贼的绰号可能是叫做独眼龙。绝对无毋对咧，莫怪讲你咧做大官啦。哦，你实在比陆合更较敖。莫怪你做大官。圣经，你的夸奖我讲安尼无过分啦。圣经，你毋知捌听过朝廷拨3万两银伫咧赈灾在中途被劫的消息咧？这我甲你讲啦，这我看原来是独眼龙迄家伙啊，接去的啦。掠着独眼龙就破案啦。是，本院怀疑有官吏甲劫匪交结。你若安尼想，原来无过分，所以我一定会帮助你破案就对啦。多谢圣经。圣经，你本来是安赫无有的人，如今为着国家对毋对？国家兴亡，譬如有责啦，对，拜拜。二将军，对，赶紧找客栈安心。是。青天大人啊，这里赦免我就是周妙玲啦，我就是做魏正，甲这个奸商欧阳斌共谋要害我的丈夫陆合入监啦，这里都要赦免我。做，歹查某，害翁婿入监做魏正，真大胆，做哟啊！将这个魏正扣3天后宣判，做呀！大人啊，王法无情啦！大人啊，王法无情啦！陆合，虽然你能说明劫案的案情，可是你脱角这个案件不能取消啊！
迄就是独眼女郎所劫啊！无管如何，这个独眼女郎一定甲你有关系。请青天大人细察。来人啊！将六合我来甲伊扣押。稍等咧，稍等咧，为时势，我叫你如劫，我才有一张暗杀大人的假释条，请你关视吧。好，进上来，在此。安尼好，六合在。准你假释半年，找这个独眼女郎来投案，退堂。哇！老官亲啊，你代志拢办完滚啦？拢办好势咯。洪生啊，你讲拢办好势啊？是啦，六合已经释放了。啊，多谢三位前辈为我的劳烦。讲安尼，大家好朋友了，互相帮忙，这都应该咧，对不对？哦，做朋友互相帮忙，唔通互相麻烦。是啦，现在大人假释半年，要你找随独眼女郎来投案。哈，我甲你讲一个好消息，迄个暗杀大人哦，是比你较高呢。哦，暗杀大人。虽然是查某来讲啊，是文武双全呢。吼，一号冲天，迄莫讲啦，迄文学叫霸。这首诗啊。咱三句知，第四句唔知，但是第四句哦，伊译出来呢，伊译安怎呢？伊讲的时阵了，明珠半下又见忠良啊！这个绰号就是叫做独眼龙。独眼龙是，迄明珠就是代表讲两蕊目睭啦，半下就是讲弯一蕊啦。哦，啊又见忠良啊，迄个冰片甲摕来斗这个良字多斗龙哩咧，所以讲独眼龙我上有你独眼龙。冷心心，独眼龙，不错，冷心心是独眼龙，独眼龙就是冷心心，赶紧对接。这个时阵的独眼龙冷心心，想着要借白塔时安心啊。创啥啦？来，迄个暂时咧踮咧遮咧。要无你讲要逃出去外国？逃出去外国，你敢若无水吼，你死咧万里沙无？暂时踮咧遮，啊等后说行商落高堆啊，咱毋知怎啊甲伊拦，毋知有水通食，会当渡过这沙漠。哦，看要走咧达旦，还是要走咧瓦拉，看对毋对？哎哟，离乡背井，他有法度，啊，拢嘛是迄个查某人爱享受，啊，恁翁毋则会贪污犯法，对？啊，当都炸死。啊，早死人都唔知，啊，咱即摆走出来关我啦，哦，暗杀也唔知，大人也唔知啦，对，入来。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现在，哪一名山何其是有的高精？啊，五台山的食菜人，阿弥陀佛。哦，五台山皇宫名利，为什么来到此地呢？啊，我讲互你听啦，迄个皇宫名利所在，伫咧食菜收苦刑啊，迄毋是真正伫咧食菜出家啦。伊啊，就是来这个打扫无味的万里黄沙，伫这个所在食菜收苦刑，真正有意义的。哦，言者有理。啊，请问咱这位高僧啥物法号？我都是一箍的。啊，一箍？我都是五角的。啊，存5角。我3分呢。啊，愈来愈少。你听无心啦？一箍就是1元啦。啊，1元服死，万象更新。啊，我了解。5角就是角5的意思了，毋是迄个钱的5角了。哦，角5角，啊，共款。啊，3分就是3分啦。哦，3分。嘿啦，伊摆做第3个做3分啦。啊，咱高中咱的法号呢？我就是了然啦。哦，你是倒人的花啊呢？哈，阿弥陀佛，食菜人啊，煞会送倒人的花啊。要不你讲了钱？是啦，了然啦。吼吼，啊，这个年糕呢？伊叫做了缘啦。了缘哈，要是规世人都无嫁翁，就是了缘咯。哦，来遮好过。啊，就安尼啦。我就来这个所在吼，甲你合作伙，啊踮遮吼出家拜佛。好，你点东平面，啊，这个点西平面，年糕花香拢爱分开，袂使复杂。嘿，阿弥陀佛，生本安尼，生本安尼。啊，又无啦，毋着困做伙，啥物啊？啊，迄个年糕花香困做伙。
啊对啊，阿弥陀，哎呀，师妹啊，你讲得都唔对了，食菜人爱有一个规矩啊，哈，这就是佛规啊，啊，你入去休息吧。哎呀，阿弥陀佛。哎，这个人唔是空哦，大财发魔，嘿嘿，注意。遐法度，上有祖救难救苦。啊，天地所设，毋是地主作孽。生本红某拆开，佛祖你也是不忍其心嘛。食小蛔箱啊，困去啊，啊，来找阮太太。啊！贪污倒脱的钱水啊，你可能难脱着我乱倒啦！啊，是安那啦，是安那啦。林心心啊，咱本来就是共路的，看对唔对吼？走了你去！阿弥陀佛，现在，啊你无代无志，踮我这个时内，甲我作案。杜干龙、林心心，你赶紧将这个国宝玉水现出来，赶紧交来去自首吧！哼，玉合三劫，我用性命奉陪你！哦，来我强啊！开始。刺激！杜干龙已经踏入刺激的境地，要发动刺激的大法，玉合三劫甚是有可能出现的，请看续集面的分晓。